Hello，大家好，咁我係輕談淺唱嘅主持人阿 Mike，咁好高興咧，今日我哋邀請到我哋學院嘅中醫導師啦，就有崔劍全導師啦，佢亦都係一個非常豐富有經驗嘅一個中醫師咧，同時咧亦都係喺我哋學院入邊咧開辦唔同嘅一啲課程，希望咧將一個健康嘅理念帶俾大家嘅，我哋歡迎崔醫師去介紹一下自己。大家好，我係崔醫師，亦都係香港康復醫學院嘅中醫課程導師嘅。喺學院教授嘅課程咧，當中包括有痛症嘅治療手法啦，同埋針灸嘅相關課程嘅。咁我哋學員都好廣泛啦，包括有好多養生館行業嘅學生啦，健身教練啦，在職人士當中亦都包括有一啲文員啦、老師啦，亦都有退休人士嘅喎。咁當中包括有護士同埋一啲企業嘅老闆嘅。喺課程嘅呢兩部分，我哋會教導學員關於人體肌肉嘅解剖學嘅知識。咁務求咧，讓學員咧知道咧問題關鍵喺邊一度，咁從而咧作出咧更加有針對性啦，亦都係不同嘅角度咧去處理一啲有問題嘅肌肉啦、筋膜。另外咧，我哋亦都準備充足嘅時間學員咧實操，目的咧都無非咧讓佢哋嘅技術咧更加具有安全性，同埋咧喺佢哋學完之後咧喺日常操作嘅時間更加能夠節省佢哋嘅時間同埋體力嘅。咁我哋其實每一次課堂啦，我哋都會咧去為嗰個課堂上面咧去收集一啲嘅意見啦，咁亦都希望咧我哋個課程越嚟越進步。咁我都知道咧有好多學生咧，其實佢哋都透過我哋個課程問卷都有份，有好多唔同嘅調整啦，都想喺個課堂上都想崔醫師你都可以去分享下，其實佢哋喺學習嘅過程會遇到啲乜嘢，或者都希望多啲喺課堂上面得到啲咩？喺課程完結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收翻學員嘅問卷調查嘅。咁我哋都會發現到咧，學員對我哋嘅學院課程咧都有唔錯嘅反饋，因為咧佢哋係喺我哋課程期間得到佢哋求學嘅目的。咁讓我哋咧更加有信心啦，喺未來咧將中醫同埋關於康復嘅課程咧係拓展喺唔同嘅社區層面。咁當中包括有一啲嘅護老行業啦、學校等等，人民嘅預防保健同埋疾病咧作出貢獻。